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Johnny 啊。最近咧，後台好多啲粉絲咧就私信我，問我有冇珠海啲平靚正嘅樓盤，即係預算唔係好多，又想喺珠海買翻套屬於自己嘅房咧。咁今日介紹一套珠海嘅島門區恒裕江山匯樓盤俾大家。咁佢呢個樓盤咧，都係唯一一個有業主巴士車咧係可以翻到去香港嘅，站點咧都係好充裕。有香港嘅荃灣啦、太子、尖沙咀呢啲地方，直接有車係到我哋嘅屋苑嘅。咁屋苑咧都係有車可以翻到去香港，交通咧係非常之方便。最重要嘅係乜嘢啊？呢個樓盤5萬蚊首期咧，你就可以上車噶啦。俾5萬蚊，剩低嘅房款咧係直接月供嘅。比如你買一套3房嘅82方3房。總價咧都係100萬左右，月供咧就4000蚊嘅啫。即係你正常一份喺香港嘅工作2萬蚊、3萬蚊，咁你可以4000零蚊就喺珠海供翻套樓啦。咁點解介紹呢個樓盤俾大家呢？就係因為佢係受到好多啲香港街坊認可嘅，同埋小區環境咧都係非常之正。佢係有自己嘅人工湖。有自己嘅一個會所啦、泳池啊之類嘅一個生活配套，滿足到你日常所需。即係你過嚟退休養老咧，呢個平平地又可以有預算唔係好高嘅朋友咧，呢個樓盤係值得考慮嘅。佢係有3房同埋4房可以揀到嘅。82方咧係3房一個洗手間。89方咧係3房2個洗手間嘅。咁你話一家大細一個洗手間唔夠用咧，咁89方2個洗手間咧係滿足得到嘅。呢個樓盤咧係剛需嘅戶型比較多98平方咧，佢都係做到3房2個洗手間因為佢係做到南北通對流嘅戶型係比較舒服嘅。咁你話想享受住得舒舒服服咧，98方呢個戶型係可以揀到嘅。咁你話3房都唔夠用嘅，咁4房咧係110平方嘅4房，都係做到南北通嘅，都係2個洗手間。所以點解介紹呢個樓盤俾大家呢？就係因為佢交通都係非常之方便。佢喺港珠澳大橋到樓盤咧都係20零分鐘嘅車程啫，交通係非常之方便嘅。所以你話自己唔坐業主巴士，即使係你過到嚟珠海嘅港珠澳大橋口岸，坐車到屋苑都係20零分鐘、半個鐘嘅車程就可以直接到噶啦。所以你話我唔要中山，想要珠海環境舒服嘅呢個樓盤咧，係值得推薦俾大家嘅。即係你想喺珠海又平平地，預算唔高，直接月供嘅情況下，係呢個樓盤值得係考慮嘅。咁有中意呢個樓盤嘅咧，訂閱我嘅頻道。下邊評論留言或者你 WhatsApp 我發詳細資料俾你，或者直接加我嘅 WhatsApp 帶你實地睇樓。我都係喺香港有業主巴士，即係有商務車接送大家過嚟睇樓嘅。有中意嘅朋友咧，訂閱我嘅頻道。再見。